还用粤語怎麼說？哎，兄弟，小孩粵語怎麼說？咩啊？縮豆窿咯，做乜咁問啊？我朋友孩子剛出生，準備去看一看。喂，咁係唔係咁講噶咯？要叫蘇蝦。咋招變動物嚟啊？唔係啊，咁啱出世嘅小朋友咪叫蘇蝦或者 BB， 5、6歲左右叫塞豆窿，10歲左右就叫細蚊仔。這還分時態啊？隔着外星天空啊？唔止，嘈啲叫蛙鬼，曳啲叫白燕精，好動叫馬騮，矮細嘅叫豆爹，最細嘅叫心肝定，最煩嘅叫頂心杉，唔熟嘅叫細路，串啲嘅叫僆仔，支持屋企唔聽話嗰啲就叫霸骨龍。恐龍都出來啦！不過霸骨龍唔好亂講喎，唔係嘅話我個李翠佢突然衝出嚟對住你，行，不是小孩這個詞嗎？怎麼那麼多變種啊？有沒有一個通用的詞？有啊，叉燒，可以叫多久？香之前都可以叫。Tomorrow，兄弟，粵語騙要怎麼說？呃咯，做咩啊？我啲朋友騙了我要罵回去。你呃？哇，俾朋友呃啊？咁個程度要深啲啦。你可以講，你水我啊，你昆我啊，你滾我啊，你老點我啊，你搵我笨。你們經常被人騙的嗎？怎麼那麼多說法呀？唔知嗱，如果佢設局呃你，咁你可以講你做馬，兩個人呃你，你哋扯貓尾，一班人呃你，搞咩大龍鳳啊？涉及身體嘅，你搏我懵；渾水摸魚嘅，你搏大霧。當你唔係人咁呃嘅，當我老襯啊，你當我水魚啊，你當我露露啊？我怎麼把我物種都變了呀？老土啲嘅，你車大炮，你講大話，你裝我彈弓，言語呃你嘅，又呃神騙鬼，陷害你嘅，你擺我上台，你過我一洞，你試我一鑊，你氹我落閘。好，停，他就騙了我2塊錢，我想回敬他一下而已。來教教我，廣東人怎麼騙人的？哦，咁簡單啦，我出門啦，我到門口啦，我掟個彎就到。喂，得閒飲茶。